后这边呢，就是希望能够大家都吃好喝好。然后今天晚上呢，就是这边是只要你们可以耍到凌晨的啊，都是可以，就是或者是通宵都是可以的。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明天不上班，或者是就是有时间的大家都留下来陪着，就是今天晚上吧，对吧？然后就在这边大家吃，喝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就是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献一支格桑尔王的舞吧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来吧，家人们，打起精神，感谢我们寿星的精彩讲解 ，Let's go！ 有请一首歌《三耳王》，带给大家。有请家人们，先不要下台，先不要下台，都坐着。最后呢，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，祝愿我们的寿星，祝他快乐，不止生日，然后就是咱们线上线下所有的家人们，感恩一路有你们。然后呢，最后寿星想就是大家拍照留念。再一次的感谢所有身边所有的朋友以及线上线下所有的家人们，感恩遇见，感恩一路有你们，谢谢。来吧，家人们都深深的鞠个躬吧，让我们线上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诚意，好吗？来吧，3、2、1，来吧，都上来，合照留念。我在哪看吧？灯在这里，等一下。那个找命的。大家往后退一点吧，不然这边前面的话太黑了吧。节点往后面退嘛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背景音乐换，背景那个壁纸换了。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换个我们集体的照，等一下。上来，吴姐，那没事，女生了。我看不到。来，我喊3、2、1，等一下，爸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来呢，最重要的主持人还没到。马开始。等一下。是吧？好。统一喊周老师好，李腾周老师快乐。喊什么？李腾周老师生日快乐，1、2。好，来我来吧。等一下，来。我说李唐卓玛，你们说生日快乐。来，我们先演示一遍啊，李唐卓玛。生日快乐。好，特别好，来吧，开始了。来，3、2、1，李唐卓玛。生日快乐。茄子。来吧，比个大拇指，来点赞，为我们的友谊，为我们的点赞吧。可以。行了，谢谢家人们，感谢所有的家人们积极参与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就是到了放松的时间，家人们，精彩的演绎就到此结束了。感谢所有人的积极配合，以及谢谢你们一直以来支持。还要送那定国，我要送曲张作回家，可不能带走。来一个都拍半山，开心了没有？开心了，快乐了。你们看到我的手机没有？开心了。把那门打开，太黑了。我手机都发给了。我手头一直长的，手机一直长的。然后好6、7、8发不完。这里面温度，他开了空调的嘛，打电话嘛，能不能到了？没有关系，没说爱就不在乎终点，最重要是开始没有